儿子，你最爱吃的烤鸡。哇，我的鸡腿，那你爱吃。哎，姐姐呢？对，萱萱呢？你怎么不出来吃饭啊？鸡腿是你们留给弟弟吃的，我才不敢吃呢。你瞎说什么呢你？萱萱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像你爷爷奶奶那样重男轻女了？况且我知道你不爱吃鸡腿，你爱吃的是鸡翅。哦，那我要吃2个鸡翅。哦，怎么了？吃醋了吧？要哭了吧？你瞎说什么？我就说你们不爱我了吗？萱萱，你是我们家的大宝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对对对，你的弟弟就是个意外。姐姐还有个鸡腿，要不是你爷爷奶奶逼着我们生，我们才不要儿子呢。以后你能不能懂点事？你都吃鸡腿了，给姐姐吃个鸡翅怎么了？我都听到了，我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以后，刚刚都是爸爸胡说，爸爸抱一下啊，起开。妈妈最爱我的宝贝儿子了，妈妈亲一下。他们果然都爱弟弟一点。